能代表郭家军吗？我第一个我代表我自己。国民党动了！我喊台湾大家说加油好吗？好，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第3名是莲花电子荣誉副董事长，代表科技界的宣明志宣董事长。第4位是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刘执行长。排名第9是永林基金会副执行长，代表传播界的蔡庆瑜。这个名单之前，楚瑜要首先谢谢全国各界，包括各政党，其实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优秀的人才，都向亲民党来推荐。我们在几经考虑之后，拟定了这个名单。我想郭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因为他的参选过程，然后退出这个候选人，那我们一直关怀的就是是不是有良好的政策啊？我们共同的感觉呢是，政治是最大的公益，那这个公益呢要靠良好的政策来推动。那良好的政策的产生呢，是要在我们全民，是在我们的立法院里头呢，能够把这个人民希望政府能做的事提出来，希望他们把事情做好，这就是我参与的主要的动机。宣董能代表郭家军吗？我第一个我代表我自己，第二个我代表科技界。科技界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希望台湾的科技产业，不管是这个资通讯，不管生物科技，各方面的科技能够进步、创新、扬名国际。郭董说他都愿意为这个国家这个奉献，然后捐钱，把自己人都捐出去。然后你宣明志你做什么？老薛，你不要讲我怎么打动你，你也要讲。不管，其实郭董对于每个政党他是推荐的概念。那我们绝对不是说只代表郭董的意志，我觉得只要我们要进入立法院服务，我们代表的就是人民的意志。那我个人除了是永林基金会的代表以外，我们长期从事公益的活动。我个人事实上在这一次的国民党、民进党本来都有一个所谓新创界的立委，许玉仁以及余婉如。事实上这一次他们都没有办法入列。如果大家了解的话，其实我是常年在新创圈中服务的，所以我也希望未来能够代表新创圈科技新创为他们发声。但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长期永龄教育在教育界里面，我有非常多支持教育的朋友，他们也在昨天呢也给我送了非常多的讯息，希望未来其实在立法院里头有更多教育的事情是百年大计，也希望亲民党能够负起这个责任。